遐时间啊都上到嘞吼。头先人讲到一开始的时间，你去解啥先讲法咩？要硬讲嘛个 one man show。系啊，也有很用的，然后你嘅心机梗塞有用吗？啊，其实 one man show 是一给人表演意思啦。系啊，都想讲，你都还想我一三年表演，冇想我本配啥？表演咩？那是不得已的事情。哎哦，有很用的喏。像一给人表演时候，改的你是都是乃是周星上的嘛哈，还搞科，还是讲那是搞科哈，他刚你就是讲，哎呦，讲听上课就归全会水母，或者加入表演互动加即兴的元素进去以后，他给你谈到大概几7秒啊，他讲值得好多一起东西安尼啦，啊，所以讲来就讲好，安尼结合一下，我就讲 OMS 是安尼来的啦，所以两组然后去做结合起来，嘿，伊给你做互动加即兴的表演安尼。哦，13年按用来做呀，按用来教啊，我想先从我来考试哦，冇像今天有可能按用谈都谈唔清楚，非常咩冇马提讲孙老也系马个用来表演哦，哎呦，我也下爱用来做，俺来示范下嘛，像今朋友咩上爱滴呀。错咩？阿冇按用诶。啊，系啊，错个即兴嘛，好互动啊，系咪？系啊，你都按用去，按用前朋友谈唔清楚啦。我哋用过一个方式哈，表演的方式哈，等下哈就是你就问爱哈，有某个问题就是问爱，某个困扰啊哈，问爱哈，爱哈是扮演一个会卖你东西的人，啊，神棍安尼就出来哈。啊，神棍？哎，就这个故意有自己配音的安尼啦，一些。老年的这出来。哎，我哋讲吼，你等下讲某个问题，爱的东西都有可能解决你的问题。哎呀，其他爱唔掂某个东西，啊等下吼。哎，你要长一只东西出来嘛？我爱唔掂唔掂某个东西拿出来，我都会解决你的。哎呦，哎，凊彩拿东西就出来。哦，唔爱先。哎，先从我来准备下。看空唔来，我先讲系嘛。哦，太大嘅问题系嘛？好，头先都见讲到啊，吼，天台人啊，压力暗冲。压力暗冲。哎，我知道吼，心情一模好。啊，心情不好，压力大。嘿，用改善哦。哦，压个哦，有可能解决。嘿，压个东西拿来你就滴。压用嘅不是心情好，压疏解了没？压个是嘛给你滴嘛？啊？疏解了呀？压个是那错哎。那是一个你心情好，你就会一定会一个出口，系咪？系啊。就是积压太久以后，你人家那个冇爽快，压个东西哈，带鬼，快冲啊！快冲很重哈，个鬼吼，唔好用东西把拔开，用手搓开啊，用手。便宜唔食。那是鬼看那个下吼，跟到跟人家老板一样嘛个事情，跟人家老公一样嘛个事情，你鬼看一个给下，哎下去给下，你讲你下去手一定会受伤，你就不会看的。系啊。那是你打下去吼，你本来是心痛，打下去那边个手痛啊，手痛你心就唔会痛。哎用我买咯。哦，就压个东西吼，搞唔两行的事情，一个吼。鬼看呢很生气，给他劈下去，劈得断吼，你情绪就疏解掉了。但是劈不断，手痛吼，你应该就不会去免讨厌痛苦的事情，因为手现在是最痛苦的事情。你听嘛，大概2万年不带不劈啊，2万，你只要疏解了，那个加持过一点，上痛到嘞啦。有冇个问题？冇爱嘛，冇个问题。哈，我有问题哦，还个小问题哦。你也帮我吃到胃虫冇买好。胃虫冇买好，我扣牙嘅。哈？扣牙咋？拖鞋。胃虫冇买好，我扣牙嘅。用我也用咯。牙嘅是嘛个东西？你看到牙嘅啊？左脚的拖鞋。唔是，牙都拖鞋。是肚子痛哦，胃虫嘛吼，你们用个左脚的拖鞋来打这个肚子。肚子哈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爱打肚子，因为冇痛嘛，冇痛没痛嘛，而且打来，胃左嘛，可以用左边的脚给你嘛哈，提醒你常常要换边，下肢沟做事情，你都用右手还没？你用右手还没？聪明，你右手还没？你就用右手还没？错啊，都用真手。挨打是不得，你都用右手，用久了以后哈，你肚子会歪到哎呀，别乱。你用左脚要打了以后，你就提醒自己，哎呀，左脚打脏了以后，打正了以后，用左手，那就是好嘅。哎呀，这个是新伤是免鬼叫，那是对症下药。看到要用嘅肚后有汹涌式的
你看一组，那么给你啊，金甲3万元，八个问题，哪个问题？问题哦，生意唔通讲，生意唔通讲。嘿，安样解释？唔多講嘅，生意唔通講是。生意都唔通人講啊。生意唔通，係。把喺幾套數唔應該樣樣解釋。上空都是一鐵鐵。我把沒聽錯古多樣問題。生意唔通講，唔用倉果嘅本結談就好嘅。哦。倉果嘅無效，幾多次價會倉？倉果無效，你就拿一按四要拿這個打機，一個打機唔會死，會粉。你就佢講生意咧，無通捱講法，捱做倉果。冇送啲同捱倉果捱就打你就會怪怪嘅。我係幾要愛倉果嘅，我怪幾就算扮怪扮癲嘅。但係你心情唔好，就慳幾輪批轉就好嘅。哦，批轉就好。慳幾輪買東西都賺埋好嘅。係安尼好，那你都是都用那個左腳嘅，係咪？哦，係咯，用左手你要用右腳，係咪？啊，安尼點講？安尼三方都是差不多安尼好。好啦，真是咧，那個歐爺先生實在很強哦，先從凊彩拿出某個東西就做的講出很多的道理，唔知鄉親朋友知道係咪有贊同咯？聊下來有家甜嘅坤哥，喺個鄉親朋友上我去鬧，歐爺先生來搭嘴鼓就做的大天花到現場來，先來歇困下。